我諗最成個 overall 嚟講，我真係覺得好 surprise 呢一個劇係即係喺我睇嘅入邊，真係編寫得好好嘅一個劇。咁第一次錯過咗，咁好慶幸今次冇錯過到呢個劇啦，咁可以睇到呢一個劇嘅精彩演出啦。咁另外我覺得喺導演嘅編排手法同埋喺 casting 方面，我覺得真係令我覺得好好，因為本來我入嚟睇之前，我大約知道個故事內容點樣樣啦。我有少少質疑梁小冰小姐嘅，本來係因為其實點解咧？小冰喺我心目中咧，真係一個拍古裝可能係好 elegant， 好弱質纖纖嘅感覺。咁但係即係我自己睇完佢呢次嘅精彩演出之後咧，真係好好啊！我真係覺得喺個演員嘅演繹方面，我真係俾佢100分，係啊。覺得佢係喺我嘅回憶入邊完全係洗跌晒近時嘅梁小冰嘅一個新嘅一個表演者咁我覺得如果大家睇到呢段片段的話咧，唔單止係希望如果夠時間，大家即刻嚟到再繼續睇呢個劇咧，就即刻 call 埋啲朋友一齊嚟睇啦。如果錯過咗呢一次嘅演出的話咧，希望第日呢一個劇團，我知道吸引緊仲有啲好精彩嘅演出，咁希望大家繼續去留意住咁我自己會繼續去支持呢一個劇團。好，多謝晒。